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陽光女槍 Tasha， 今日帶大家睇下點樣可以唔使錢換槍喎 ，Let's go！ 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將軍澳嘅和明苑啦。佢由99年開始入伙，到而家都已經有20幾年樓齡啦。因為呢一度咧，經常會發生一啲鋁槍嘅問題啊，所以你見到管理處咧，周不時咧都會圍封咗一啲地方啦，以防有啲鋁槍嘅意外問題會發生。其實早喺幾年前咧，管理處已經收到屋宇署嘅通告啦，其實勸喻一啲業主咧，要自願揾合資格嘅人士去做一啲驗槍噶啦。而今日呢個單位咧，個業主除咗自願遵從強制驗槍計劃之外，仲1蚊都唔使俾添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上去睇下。喂 ，Hello， 吳太你好 ，Hello， 入嚟啊。哦，OK 喎，裝修都七七八八咯喎。係啊 ，OK 啊，差唔多㗎啦。一切順利係嘛都？順利。之後咧就輪到我哋啲師傅進場開始更換鋁槍㗎咯。都好奇問下，點解你會考慮換晒啲槍佢嘅？哦，冇，我之前上嚟探我媽嗰時候咧，發現啲槍其實開得唔好順啊，再加上咧落雨大少少，咁佢又滲水喎，搞到啲牆身又霉又爛晒咁啦，搞到我哋要裝修。咁其實啲槍都用咗20幾年啦，我哋都諗住一次過換晒佢咯。好好啊，多謝你先啊。咁點解今次換槍唔使錢？你知唔知點解？哦，政府嗰個換槍嘅資助計劃啦，其實我哋一直有留意開嘅。咁再加上你同事上次幫我檢查嘅時候，咁佢又好詳細咁又同我解釋翻嗰個資助個申請啦，同埋個流程。咁我哋覺得非常之咁好。咁啊，最主要係我哋為我哋今次個裝修慳翻唔少錢啦。非常好啊，最緊要慳翻唔少錢。其實咧，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，市建係有一個8萬蚊嘅資助計劃咧，去津貼翻長者嘅喎。咁當中其中一個項目咧，就係包括咗更換鋁槍啦。基本上你只要年滿60歲啦，資產同埋入息都合乎資格嘅話，就可以申請㗎啦。咁當然啦，換槍係要揾翻合資格嘅承建商啦。嗱，咁陣間我哋會再講一講成個申請嗰個流程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工先。今日咧已經安裝晒所有嘅鋁槍㗎啦。過多幾日咧，我哋做埋最緊要嘅步驟，出面做埋個防水工程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3 days later。有需要人士維修津貼計劃，可以經網上申請，下載申請表格郵寄，或者親身到以下地址遞交。申請人即係註冊業主，需要準備身份證文件、報價單同埋工程公司有效嘅商業登記證影印本。如果申請人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者傷殘津貼，就需要準備埋最近3個月嘅月結單記錄同埋社會福利署發出嘅有效獲批准通知書。要注意，如果工程已經展開或者工程項目嘅施工位置同核准圖則間隔不符，有關申請就唔會獲得審批同資助㗎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